大家好，我係青嶼市鄉村新聞官溫建山，今日帶大家嚟到和雲鎮北社村嘅紅松茸種植基地，嚟睇睇我哋村嘅致富寶貝。北社村種嘅紅松茸由科研團隊精心選育，呢個係食用菌入邊嘅後起之秀。佢嘅顏值高，紅俱白身，好似小傘般飽滿，食起嚟鮮甜爽脆，香氣濃郁，仲富含多種營養成分。無論炒、打邊爐定係煲湯，都鮮味十足。更難得嘅係，佢用菊殼頂農作物種植，全程不施化肥農藥，係地道嘅綠色有機食材。種植模式更係有講究，依託村集體聯合發展嘅強村公司，採用黨建引領、支書帶頭、農戶跟種嘅聯農帶農嘅機制，仲搭配咗薑菌能作嘅高效方式，讓土地四季高產。再過50日，我哋呢批嘅紅松茸就可以迎來收成噶啦。希望呢個生態好菌走得更遠，帶動更多嘅村民徵收，讓北社村嘅致富路越走越寬。